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涉嫌开枪杀害新店一个咧做贸易的生意人，姓黄的嫌犯，顶一日早起开枪，下晡随坐飞轮机飞去中国的厦门。在两方合作之下，昨暗放压倒来咱台湾，不过伊到飞轮机随阳性发作，直接放送病院治疗。 刑事局督部特勤队接到指令，到现场准备押解嫌犯，涉嫌11月22日新店枪击案的姓的枪手，犯案了暂逃出境，崔尾案被遣返返来台湾，班机暗时6点33到上山机场。因果嫌犯落飞机了采检时阵，突然间阳性发作，随用救护车送病院。 这件枪击命案，嫌犯计划真详细。在新北新店开枪了，两边换衫，设路线的断点，所以警方特别派督部特勤队全程早前戒护。警政署也证实，嫌犯阳性发作了，经过病院评估，要带去接受治疗。根据我们的了解，嫌犯确实是有癫痫的情形。那刚刚的情况就是癫痫发作，然后由 CDC 的 人员做专业的评估，认为必须以救护车借付到附近的医院。这边透过两方共同打击犯罪协议，成功抓到嫌犯。这个姓黄的嫌犯也是今年第一例自大陆遣返的刑事犯。目前刑事局加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已经联合做专案小组，专责追查幕后的踪影人。刑事局副局长李文章讲，一定会严查严办。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5个大病入境的案例，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针对台北火车头宜丰社注射站，因为有去注射就当领到100块的礼券，请侪人去注射，本地是要开到今仔日，不过即马拍算延长到礼拜日12月12。侪民众一直来台北车头排队是排到落长，这人拢是要来注莫德纳疫苗的。 因为指挥中心为着提升疫苗的注射率，推出注疫苗送礼券，而且唔免事先预约，会当随到随做是真方便，所以现在未少民众来排队。第一次打的时候是预约的，第二次打就直接来这里。我现在大概等1个小时，超受不了的，因为排队排这么长，也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啊。到12月初7，短短3天的时间，已经累计有5623个人来注射。 今嘛指挥中心阁宣布延长台北车头注射站服务的时间到12月12日为止。那48岁以上，那从未打第一剂，或是第一剂打莫德纳满4周的，或是第一剂打 A 粒，那也已经满8周的，都可以前往做接种。为了因应国际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扩大明年强制注新冠疫苗的对象，为明年1月初1开始。 第1类至第3类，也有第7类的对象，甲矫正机关、殡葬场所的工作者，要完整注过2档疫苗。因为这个对象工课甲服务的性质，可能会接触无特定的人士，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所以要强化注疫苗的规范。另外，差不多有4万档退兵了后28天的莫德纳疫苗，伫12月12就会到期。为了提升民众注射意愿，各县市到12月2日为止，拢会提供防疫宣导品来当做礼物。 这个出发点也是要鼓励大家，希望大家来注疫苗，才会当提高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只是温度回升，早暗较凉冷。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甲花莲，敢若11度1。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到礼拜，冷空气减弱，水汽嘛减少，东部已经无啥雨啊。毋过就是暗时温差会较大，今仔日是温度会回升。今仔日透早。 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各地温度拢较低，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甲花莲，敢若11度1。日是温度回升，各地高温到22度至27度。后一波东北季风可能伫后礼拜1的9月，到时水汽就会增加。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降雨，中南部早暗温差拢会较大。 那8月份的时，日本的小笠原群岛海底火山爆发。对顶个月开始，咱的屏东、台东、绿岛拢陆续出现火山扑烧。这几天海巡的人员嘛有伫花莲发现，这细粒石头啊，可能会影响渔船啊出入的安全。台东到南外海原本蓝色的海面铺一片一片咖啡色的火山扑烧，而且不只是台东海巡人员这几天伫花莲石堆边。
7成谈者海华外海也发现火山浮礁，向前影响渔民出海安全。引擎吸入火山浮石，恐怕造成机械故障。根据卫星观测，8月日本小笠原群岛海底火山喷发了后，这火山浮礁顺洋流四季流，在月底开始，台湾东部外海都浮礁出现。国家海洋研究院进行洋流数值的模拟，海巡署这边也启动了无人机空拍、船艇巡查以及相关的岸际搜索。此外，也配合空勤总队空中巡逻的勤务来监控。那未来我们海洋保育署也会适时的进行采水检测。海委会有测火山浮礁会沿东部海岸向北拓开，所以将伫初7为东南边的南苏花莲甲新北桃园拢发现，都连核2、核3厂附近也少量浮礁。原委会已经要求台电密切监控，另外渔民也烦恼影响生态。洄游性的鬼头刀竟然吃了那一些浮石，钓起来了时，竟然伊个会吐出来。我感觉这对咱的这个海洋生态嘛有介大的一个危害啦。东基区伫绿岛中寮港的山坡潜火山浮礁，烦恼影响山路打顶海洋生态。有畅水教练召集志工为7月开始来清理。海委会表示，海华清理会交由各所属单位处理，未来也会透过相关补助，协助各县市共同清除火山浮礁。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新北市永和大排水沟昨昏发现一个男性的尸体，也毋过敢若剩身躯，无头无脚嘛无手。警方调监视器的画面，锁定搭伫附近一个54岁姓胡的查甫人涉案，昨暗去掠人。伊嘛承认讲，因为不满意老爸长期拍老母，因为家庭暴力，才起向杀死老爸。来关心自由时报，阿兹海默症目前无特效药，敢若会当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大科大即马带头找无共领域的专家进行下国的研究，即马有开发出失智症前期脑波 AI 诊断系统，免3分钟就当测出讲敢是得着失智症，准确率有9成。来关心中国时报，主计总处公布上新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84%，创下最近19年的新高。国发会主委昨昏去参加2027年投资趋势论坛，伊讲明年物价同款是重要的议题，要等到2023年才会转好。中国最近称载气无空，引起美国的关心。对北京的国安顾问苏立文就表示，美国会采取一切手段，确保中国袂拍台湾。而且，美国的参众两院最近伫国防授权法冇讨论到建议邀请咱台湾参加明年环太平洋的军事演练，协助咱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台海情势紧张，引起美国的关注。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初7强调讲，美国会采取一切外交甲相关的手段，确保中国袂武力侵犯台湾。美国这8个月以来伫印太地区做的拍拼，就是要避免中国武力拍台湾。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take every action that we can tak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oth deterrence and diplomacy to make sure that the Taiwan scenario you just described never happens. 美国除了大声挺台湾，参众两院最近伫国防授权法案达成共识，强化台美军事合作。法案建议邀请台湾参加明年环太平洋的军演，协助台湾提升作战能力，也有美国国民兵甲台湾合作的可行性。这个法案要爱等表决通过。针对这点，国防部长邱国正初8回应讲，对咱国有利的拢会掌握评估。对人家法案，对我们来讲有没有能够适用或者有利的，我们当然会掌握嘛。中国一直有军事动作，中国军机初8国防发现进入咱国的西南空域，空军使用广播驱离。根据军事媒统计，这个月广播驱离的记录拢总有19届。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邱国正语气严肃，强调最近台海的情势真紧张，北中南甲东部拢有敌情。若是两方开战，反正唔知台湾有倒位唔是战场，所以下一个处处是战场，时时拢不力的支持。如果一旦台湾防卫作战开打的话，那不就是处处都是战场？那我们部队的训练，我们真的很难讲说这边应对完以后再搞个什么科目做训练，我完全结合在一道的应对敌情，也就是个训练。唔来监察院关心军事训练役，敢会延长役期。
立法院法制局上新的报告指出，国防部爱好好思考征兵甲募兵的问题。柯国正表示，兵役延长毋是伊一个人讲了就有准算，爱经过讨论甲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有52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688例。中国的病例有99000多例，日本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50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100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800万例。英国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000万例。英国疫情严重，英国首相强森拜三时宣布讲，英国内要实施上界严格的防疫规定，包括加强室内一定要挂喙罨，而且嘛规定点厝内上班。不过即马是风声讲，伊的幕僚旧年伫耶诞节进前严重违反防疫规定，群组开 party， 而且地点搁伫首相府。反对党即马是要求强森爱落台爱回室内。Okay, are you ready? Let's count down from 5. 5, 4, 3, 2, 1. 英国首相强生顶礼拜带小朋友伫咧动联会首相府头前办圣诞树点灯仪式，无想到讲灯火倒起来了，随国失去，和强生真无面子。强生最近代志真多，英国媒体最近就逼讲，首相府伫咧去年圣诞节期间违反封城的防疫规定，办几多遍群组活动，幕僚还佫用模拟记者会滚耍笑。Anybody have any questions today? Do you recognise those reports? I went home. Hold on. 伫会面中，强生的顾问欧菲德继续记者问迄当阵担任强生发言人的史崔顿，关于开拍的敏感话题。史崔顿一开始唔知安怎回答，尾也无了解提醒，才讲这只是提供正家人的工作会议。This fictional party was a business meeting, and it was not socially distanced. 对话内容显示，开拍的众人明明知影家己违反防疫规定。这段影片翕的时间是去年12月2日，拜二伫咧英国电视台播出来了，受到各界批评。Last year at Christmas, the public followed the rules, and many of them didn't see their loved ones over Christmas. Some of them didn't see their loved ones again. They had the right to expect the government to follow the rules. And we now know the government broke the rules, they parted, and now they're laughing about it. They're treating the public with contempt. 对这件代志，强生否认伊的团队有任何违反防疫规定的情形。So was it a party where the guidelines were followed, or was it not a party? I can tell you that the guidelines were followed at all times. 强生的部下伫这2年来发生几多件违反防疫的证据，这回工党对这件代志是一日日要求警方介入调查，同时也叫强生爱道歉下台。有分析认为，这件代志可能对强生政府造成正大冲击。公司新闻赞回面朋友。来关心德国的国会初被选出新总理是由社民党的小组组联合政府，伊是宣布讲伊要延续梅克尔的路线，稳定德国伫欧盟的地位。另外，德国嘛表示讲，若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因德国会关掉天然气的管线，甲美国徛斗阵，采取经济制裁。ist gemäß Artikel 63 Absatz 2 des Grundgesetzes zum Bundeskanzl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wählt. 德国国会初步投票表决，以369票对303票任命肖兹担任总理，也代表梅克尔时代正式结束。肖兹领导的社民党伫拜二已经甲绿党也个自由民主党签联合执政协议。Es geht darum, dass wir anknüpfen an die Bemühungen, die Deutschland in den letzten Jahren schon unternommen hat, eine starke, souveräne Europäische Union zu schaffen. Wir wollen diese Entwicklung weiter unterstreichen. 肖兹希望延续梅克尔的路线，继续领导欧盟，加强甲北约的合作，并且强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肖兹伫咧梅克尔执政的时阵，是做财长加副总理，互人印象是严肃，做代志袂变卡。严古也因为伊卡大实地，肯做耐操，选举时阵的口号就是肖兹会解决问题。
meine Pflichten gewissenhaft erfüllen und Gerechtigkeit gegen jedermann üben werde. 肖兹就任了，就随拄到麻烦的外交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讲，德国已经答应，若俄国入侵乌克兰，就会将北溪天然气2号管线关起。We have had extensive conversations with incoming and outgoing German administrations as it relates to Nord Stream 2, right? That's the question you were asking. In the context of a potential Russian invasion, and I'd point you to the clear commitment our countries made in the joint statement to take action if Russia attempts to use energy as a weapon or commit further aggressive acts against Ukraine.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宣誓就职即天就恭喜肖兹，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当初所收的台股差真多，不过一般以后讲，甲梅克尔对中国保持接触的原则无同。肖兹对北京甲莫斯科的态度会较强硬，虽然肖兹真有效率，随着做执政联名，不过分析认为，民众即马上关心的是疫情。 但是民众对伊也阁无啥信心。Grundsätzlich steht er eher für einen Mittekurs, für einen pragmatischen Regierungsstil. Nur in den Wochen vor der Regierungsbildung hat er sich natürlich nicht wirklich gezeigt und hat nicht wirklich diese Führung bewiesen, nämlich in der Corona-Krise, die die Leute ja gerade so bewegt. 肖兹崔切被问到讲要怎处理甲中国的关系时阵，无正面回应。不过，伫个执政协议内面有写到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同时又讲爱伫两岸拢同意的情形下，以和平的方式，才当改变台海现主时的状况。肖兹上台，面对国内外这么多麻烦的问题，挑战真大。公司新闻陈伟玲、吴义昌、詹慧敏编译。 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媒体即马亚康讲，苹果公司5当前有甲中国签7.6条代票的秘密合约，避免中国的监管甲威胁。来关心奥密克戎病毒已经传到美国19个州，目前拢是镜头较轻的较济。另外，伫当地疫情滚价，餐厅、酒吧、学校拢宣布要陆续关门。 来关心印度昨昏传出一架军用直升机摔落来，造成13个人死亡。即马是正是讲，印度国防参谋长2阿某拢伫飞行机顶拢过身。镜头甲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12月18，咱要举办4大公投。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要求党内的公职人员拢爱行向街头，画出台湾队爱站出来。啊，那伫公投的前一暗，12月17，哪力两党嘛拢有活动要催票。 台湾队站出来！100公投剩10天，哪力两党拢伫拼。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亲身伫中常会下动员令，要求全体党公职行上街路，行入市场，强调4大公投毋但甲你我的生活、未来金钱有密切的牵连，更加关系到台湾是毋是当行出去。伫国际政经情势的关键时阵，诉求台湾队站出来。我要拜托大家，一个人拉4票。 也就是4个不同意。只要你关心台湾的未来，只要你支持台湾继续进步，那你就是台湾队的一份子，我们就是台湾队友。 民进党计划初9开始，7位执政县市首长同齐伫路口宣讲，投票进前的黄金周末，北中南拢有大型活动。17要伫高雄甲台北的凯道举办选举前的造势暗会。另国民党是以台湾人民农会128先好燎原为主题，诉求用人民的力量对抗阿爸的政府。最后10天也要正面迎战。Yes， 我同意。Yes， 我同意。我们正义的人民都要站出来，我们用我们的怒吼。 用我们的选票，用我们的声音，来让4项公投能够全力都能够同意。他的台湾队就是处处的跟人民作对。朱立伦表示，国民党12会结合民间团体上街路为民众发声，17原来举办为民主酒暝活动，但是那天行动联名抗议新北市长侯友宜对公投的态度不明，要求党纪处分。朱立伦是无正面回应，再一次声明，大家拢会用具体行动表达支持，唔通互民进党吹空吹捧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伫公投进前，讲了当地民众是有写一张批要互咱全台湾人，因是表达对核市场的支持，嘛强调核市场若是定启动定放，受影响的毋那干那讲了，是规个北台湾。
终结核试，终结核试，最后一战，最后一战。看了在地居民甲立委画口号，表达反对核试的立场，嘛提出一封看了人写予每一位台湾人的批，讲核试若是重新启用，受到危害，毋但是看了是规个台湾北部。日本这么先进的国家，都会发生福岛事件，日本承担起核岛事件，台湾承担得起吗？如果核试若是遐尼安全，如果经过伊所有个报告的人，核试若是遐尼会使发电的时阵，为何伊伫14年无爱发电、无爱启动呢？在地居民指出，为了表达立场，要邀请中科核试公道的提案人黄树修到看了行大一摆，听在地居民的心声。其实在地居民有支持，也有反对。核能留言终结者刚创办的没几年吧，我们就已经去了贡寮当地。那一次座谈会，还是有一些贡寮在地的居民留下来听我们讲完整场，到底核四这种电厂是不是安全的，相关的核废料要怎么处理。黄树修表示，看了居民对核试的看法本来就毋是干那一种，这期即摆是受到震动的影响。在地居民指出，公投毋来决定核试是毋是要启动，嘛决定台湾敢要走向非核家园，呼吁大家就爱来关注。记者郭伟良随台北报道。台南认得有一个新建案出现上百人透暝去排队，而且这个新建案一平要32万，这是比附近的新厝也搁较贵，也毋过排队嘛是排甲老长，这是引起市政府的关心。消保官嘛有专工去查，目前无发现违规。时间一到，一群人客伫门口未当入去。台南认得这个有售厝建案，前一暗伫接待中心就出现，真侪人规暝来排队。2.4万规价，每平32到38万，较当地新厝每平17到18万比起来，还佫较悬。在市区也算不贵了。我觉得多数人是比较买得起。仁德那边其实以现在新建案的情况，大概在25万以上。它的目前的所开出来的价钱是32至38万，但是还是要以实际成交的为准。想要找人进会，接近市区每平32万元接收，按过以上近2房的介绍来算，一户至少812万，佫出现排队人。小保官透早就来稽查。房地产的热络有一部分是所谓的投资，甚至有一部分是投机的部分。如果有红单交易、有违法私下转卖、哄抬炒作的，我们一定严查严办。现场销售状况是还没有到违法的程度。代牌的民众或是那种吗？应该是说目前还没有证据。市府表示，目前无发现违规，到车北中道签订36张买厝意愿书，成交无济，只是看到排队抢房情形，市长黄伟提发声。台南这几年人口无明显增加，厝价一直抢悬，明显是投机炒作的严格检查。房仲书还透露，台南厝价为去年底开始起，新厝起3成，买厝人大部分是投资客，尤其贵人新市善化，员工是全市起价前3冠的都市。为压制炒房，11月底市府也通过囤房税，明年7月初1开始实施。不过，学者认为囤房税可能针对有厝的人，无法度全面封堵。让消费者知道，这个不是正常性的行为，这是投资客的行为，马上要去查找是谁在买这个房子，然后买的这个房子的人，他拿到了这个权利，怎么去做转卖。至于政府要不要课囤房税，今天的这个建案根本房子都还没出来，怎么课？学者提醒，厝价差悬的现象，都跟高利贷起价有其心理同款，建议消费者都要拒绝。除了囤房税以外，政府也应该想其他办法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即马秋冬食碰柑当着时，食起来酸甜啊酸甜，大粒阁有汤。啊，若好食碰柑要安怎拣？受撇步的哦，带乡亲咱做伙来看卖。寒人的季节是青皮碰柑大出的时期，嘛是真侪人爱食的果子。碰柑的营养成分是真丰富，包括维生素 C、矿物质、甲纤维等等，嘛会当帮助消化。若要拣好的碰柑，有一寡美角。一般来讲，建议会当拣较大粒、较有重的，水分会较饱甜，嘛较袂酸。即个柑的品质，照即卖这时阵还可以啦，但是若要储存的、更坚的，也毋知还佫看气候。今年青皮碰柑的叶斑甲白斑有较少，外皮比往年加较水，芳气嘛有够。也若甜度受到今年年初欠水渴望的影响，这批平均的甜度无像英国遐尔甜，差不多是8度至9度。也若台中嘛是碰柑的产地之一。
当年拢会举办碰柑评鉴的活动，会照碰柑的外口皮、气味、甲甜度来拍分数。评鉴标准分成3项，一个是外观占40%，那风味占40%，另外的话就是糖度占20%。那外观的部分的话，我们主要的话就是说外观的形态一致，那转色均匀，而且它没有一些药斑。青皮碰柑本身较袂抗力，建议民众会当趁大出的时机来食，唔但青笑，阁有营养，嘛会当帮助台湾在地辛苦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南投草屯有社区最近是招社区的时代做手工，阿嬷真高天用针车车出真水的作品。专心用寸笑加布料，真小手咧天咧车物件，做出家己设计的手工袋啊！阿嬷想起少年时做衫的感觉，真有成就感，也讲这个活动真有意义。我做这袂歹啊，这样换水壶啊，电子的我较袂晓车，较袂拄好啦。南投草屯的相当社区，即嘛有创一个黄金工作坊。因发现有真侪阿嬷对做小食的时，就真熬做裁缝，寄带阁会家己填衫。即马办课程，互时代发挥能力，动手做袋仔，而且阁通结合社区的玫瑰花产业，用印玫瑰图的布料，互因也参与到社区营造。原本他们都会从事这些缝纫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透过他们以前他们会的一些技巧，把它变成一个手工包，这样融入我们的社区一个黄金巧工坊里面，让他们回忆到他们之前都能够自己去做一些衣服啦，还是说包包这一些的。那我们希望它未来能够成为社区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也选了社区的玫瑰花，是我们社区的产业。有这个机会大发挥，阿嬷拢顶功夫，真认真咧做。这个活动也互时代用因的专长为社区的发展投入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普济店元宵的灯会真出名，每年是灯会10周年。庙方甲基美病院合作，邀请精神疾病患者去画糕仔灯，嘛互因有一个甲社会互动的机会。台南的普济店灯会，当年元宵节，拢会请真侪民众去翕相斗热闹。一阵到年尾，有一群人已经开始咧无用画糕仔灯。因是基美医学中心精神医学部的朋友，当咧做艺术治疗，一笔一画画出因的想法，准备甲因的作品送去每年普济店灯会展览。灯笼的一个灯饰的时候，除了表露一个是他们的心思之外，哈，病人之间也可以透过一个艺术的展示，哈，得到一个心灵的成长、压力的释放。因为一寡社会案件，不少民众对视觉失调的患者拢真惊吓，所以普济文书研究协会就甲基美病院合作，希望利用糕仔灯的展览，让民众唔通惊视觉失调的患者。会当对因的作品当中看到因温柔的内心，嘛鼓励朋友走入社会。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他们只是说啊，是身心上、想法上有些不太一样，但是他们还是一个人，他们还是可以创作。我从孩子到成人到精神科病人，其实都有接触过。那有时候我觉得精神科病人其实跟孩子一样，是很纯真、很直接的。其实所有的艺术创作，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都是可以放松的。每年是普济灯会10周年，所以普济文书研究协会希望灯会唔单单是一个观光景点，嘛会当传达一寡社会陪伴甲温暖，互5岁10色的糕仔灯关心地方的每一个人，成做上水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顶一日传出学生囡仔的学习历程档案消息，教育部嘛宣布讲年底就无要阁提供公办的模啊。295间学校爱家己找厂商，目前有181间学校当地申请转换系统。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会拼12月底全部完成。教育部委托暨南大学建立学习历程档案公办模组，今年9月因为工程师失误，递出到25000笔资料无去。教育部顶个月宣布无要国家期待续约，合约会伫今年年底到期。295间使用公办模组的高中职，爱家己找厂商。怎么选厂商不是那么短时间急促就可及的，因为我们要慎选。民间这些厂商基本上就是学习历程绑校务行政系统。
那我们就变成被迫，当我们交行政系统选 A 厂商，我们的学习历程好像就没得选了。交泰高中表示，教育部12月初6找学校开会，要求初教都要提出学习历程记录系统的新厂商名单。不过大部分的学校完全未予应变，欠缺学习历程记录系统加校务系统切磋练习的机会。中明高中是强调，因为高一新生系统已经先跳起别个厂商啊，受到这届影响的高2、高3才会当顺利转换系统。新学年度高一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先选择转换系统哈。那所以高2、高3这次突然叫我们要换厂商的状况之下，我们比较顺利一点啊，因为我们已经有高一新的厂商，那我们就是跟他做嫁接啊，所以目前还算顺利啦。教育部长潘文忠承诺会协助原使用公办补助的学校，伫年底前完成转换，学校也会当依照所需要去找找适合的厂商，伫经费也是技术拢会互因支持。来跟这些学校能够全面的来协助，包含经费上来支持让他们能够顺利的来转移到其他他们适合的这几个系统教育部承诺，学校若是有相关资源需求，会当向各教师申请建立学校历程档案所需要的经费。不过，为少高中是讲后续甲对接厂商的责任，以及厂商维护的能力，这拢是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2年1届的国家文艺奖昨昏公布得奖名单，包括电影工作者张介嘉、北管艺术曲慧莹、剧场的创作者王英如，因拢有得奖。主办单位是学到因有热情、嘛有生命力，伫艺术领域拍拼无停歇。第22届国家文艺奖今仔日公布，今年拢总有7个人得奖，包括作家平路、影像创作者黄明川、北管艺术曲慧莹、编舞家布加瑞阳、拍剧立法、剧场创作者王英如、景观建筑家郭中端，还有电影工作者张爱嘉。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林万丽表示，这7个得奖的人，毋但演过伫咧各领域拢有真少度的表现，目前嘛要持续伫创作。文学类得奖的作家平路，伊讲伫咧持续创作的路途，拄到的挑战甲困难会愈来愈大。不过读者的认同对伊来讲是真重要支持的力量。如果有读者愿意读它，那当然对每一个写作者的愿望是读者能够拿起自己写的书就捏在手指上，就不愿意放下来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了。那如果又能够得奖那真的是太好了。也若投入纪录片影像创作的黄明川，为着长期做这记录，10多年来是拢无休困。必须很多时间，然后在那些人身上看到很惊讶的这个文化的元素那这个是可贵。主办单位强调讲，这7个得奖的艺文工作者，拢用因的热情甲生命力，伫咧艺术的领域面临拍拼，希望透过这得奖的人，因对艺术的热情，来鼓励咱国内的艺文工作者会当持续创作。记者综合报道。新店有2间高中发起模拟公投，除了有这个全国性公投的议题，阁有新竹人较关心的新竹县市敢要甲苗栗合并这个议题，嘛加入公投内面。还未开始投票，现场早就有人排队。详细甲看，选票顶悬除了丁克学士，还阁全面禁止三肉精猪肉进口以外，阁有大新竹合并的议题。来投票的学生拢感觉真趣味，嘛更较了解这个全国性公投的内容。因为我们18岁要公投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提早做那个准备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就是竹苗一份，就是竹苗的一份子嘛。那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学生也可以更对那个竹苗到底在吵什么有一些了解，让他们更了解现在社会中所发生的事，也知道这些议题的那个后果以及看法，以及各大政治人物的说法，让他们去思考说，究竟这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同意还是不同意的立场。新竹高中的学生家己办模拟公投，学校也真认同学生家己所发起的投票，认为透过活动，学生会当更加了解公民参与的重要性，用不同角度看议题，培养思考的能力。是借由他们准备要出社会，准备有具有这个公投这个投票权这个前面，然后他们利用这个活动，然后举办这个联合公投，模拟公投，来培养他们的公民的素养跟素质。连续3届校园公投，最后投票结束会公布结果，做未来政策甲活动参考，也趁机会培养学生公民参与的民主素质。记者刘文和新竹报道。
镜头来讲话，来关心南非，除了即马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头壳毛咧烧，因社会上佫有另外一个较食力的问题，就是查某囡仔少女有sinh。伫疫情期间，查某囡仔有sinh的比例提悬60%，真侪这少年妈妈、细汉妈妈生囝了后就无佫继续读册啊，所以老师就呼吁讲，即马爱加强因全国的性教育，也毋过较保守的家长拢反对。赛琳娜才10个月，本来应该伫咧读书，不过即马已经生囡仔做妈妈。I didn't know what to do. I was confused. I was scared. I was devastated. Sometimes I can't balance my life, my education, and the baby. But due to the support of my parents, I can do that. 伫南非，像赛琳娜这种囡仔妈妈愈来愈多。根据统计，人口上侪校长性，2020年3月到2021年4月，当地有超过23000多位少女生囡仔，青少女有sinh的比例增加60%。因伫咧生囝了，只敢若1/3转去读书，其他拢无。I was very upset and too emotional. But all in all, Serena,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main purpose is that you must supposed to go to school. 少女有sinh的比率增加，除了甲疫情封锁踮伫厝内时间变长有关系，较无人甲囡仔性的知識也是原因之一。My school is situated in an informal settlement where there are serious socio-economic factors leading to the high rate of teenage pregnancy. COVID-19 also exacerbated the situation. We should actually start collaborating and then take responsibility, educating our young people about this particular kind of a problem. 当地教师认为，学校就要安排性教育课程，不过真侪观念保守的家长无法度接受。The communities were not happy with that, and we are seeing the consequences of not having sexuality education is the high rate of teenage pregnancy. 因为反对的声音真大，性教育计划被停落。不过支持者认为，只有让青少女了解安怎保护家己，教因安怎避孕，才能根本解决问题，也才让囡仔莫因为有sinh放弃受教育的机会。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镜头来荷兰有大学生研发出一款智慧手语，把未晓的单字转换做简单的叮当，就当翻译出来外文。带乡亲，咱嘛来眼界一下。大学生奥弗德费斯特带这个黑色的手语套，就能感受到无同模式的震动。这是荷兰的恩荷芬理工大学的学生研究团队所研发的智慧手语囊，利用电脑将书面的文字转换成做声音，然后编做39种代表无同字母组合的发音震动模式，创造出简单的震动语言。只要带这种手语囊学晓震动语言了，就当了解意思。So a word is decomposed in little sounds. For example, phone. If you write it, it's PHONE, of course. But when we pronounce it, it's FOON. And that's are the little parts we use for our vibration patterns. 研究团队讲，这种震动语言，只要每2天练1点钟，连续学1个月，就会当学会晓。不过伫开发的时阵，学生也发现，敢若是靠震动的方式，准确性可能无啥够，所以即马个配声音，制定震动的幅度加频率，虽然稍较复杂，不过较精准。So the sleeve over here has actually 24 little speakers, and if you know speakers, when they produce sound, they're gonna buzz a little bit. 这款学生也阁希望以后会当讲再加 AI 人工智慧，甲喙讲出来话就直接转做震动模式。就让帮助耳孔听无的民众，特别是伫后疫情时代，出门拢挂喙掩，听到障碍民众看袂到对方的喙，较无法度了解对方的意思。所以自明年2月开始，因会甲听力有障碍学生合作，进一步研发智慧手语囊。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阿根廷有一个南美洲上界大片的麦哲伦徛过保护区。最近当地有一个地主无经过许可，就家己去挖路去开路，伫施工过程佮底下上百个徛过的收，佮搭通电的位置啊，还才徛过电视。这个地主即马已经被起诉。伫海边的这栅栏一个铁网马，
边仔带真侪麦哲伦徛鹅，南美洲的阿根廷较有名的徛鹅的景点蓬塔通博，最近发生真侪徛鹅的收被毁坏悲剧。当地有一位地主无经过思考，就伫咧遮开一条路，工人用重型机具伫咧施工时阵，至少得派140个收，收内面的徛鹅卵也拢破去。Se ve una clara destrucción de hábitat, que es algo tan importante para esta especie, que es muy fiel a su nido y que es donde se encuentra con su pareja año tras año. Viven 35 años, a veces hemos seguido parejas por 17 años juntas, pero si no hay nido no hay sitio de encuentro. Y es el lugar donde ellos crían a sus pichones. 蓬塔通博是南美洲上大麦哲伦徛鹅保护区，徛鹅数量上最时阵有超过100万只。当地也有各种的鸟类动物，生态资源真丰富。动保人士讲，即马正拄好是徛鹅繁殖的季节，收被破坏，无所在生卵请囝，后一代数量可能会减少。更加过分的是，地主采的铁网仔围栏也个通电，互徛鹅无法度去海找物件食。甚至也有几多百只徛鹅甲鸟仔被电死。当地政府已经依照虐待动物法起诉这位破坏车地地主，相关会处1年有期徒刑。检调也讲有可能搁再提出其他的控诉。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到礼拜，连空气减弱，水气嘛减少，东半部无啥雨啊。日时温度会回升到27度，严格爱说日时暗时温差较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1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有19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将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